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以玛拿西的转变彼此来勉励。圣经历代志下33章10到13节。Sakatusa no Dahirai tulo pulo ilakwo tulo atsafang mutep tangasa tulo safau a tusir。耶和华警戒玛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却是不听，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挠钩勾住玛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上帝，且在他列祖的上帝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做国位。玛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上帝。Suara no tapang ji Manasi atau finauran ningrai cai pitengir jangra saka papi afasen no tapang ko kakli ran no sufitai no Asuria to Yuda lepeten nangra ji Manasi lukawiten nangra to salukawit jingra a mi palit to furawan a lunai a pataira i Babylon。Yomi sem ji Manasi i misapo ner jingra to faluco pasaira jingra i tapang akawas ningra miturun jingra a milungos to pi parama ningra tengiren no tapang ko piturun ningra hairaan ningra ko piliyau ningra a mikuan to Yerusalem unini a temak ko saka pasolin to ni Manasi to nika u kawas ko tapang. 2 Chronicles chapter 33 verses 10 to 13. The Lord spoke to Manasseh and to his people, but they paid no attention. Therefore the Lord brought upon them the commanders of the army of the king of Assyria, who captured Manasseh with hooks and bound him with chains of bronze and brought him to Babylon. And when he was in distress, he entreated the favor of the Lord his God and humbled himself greatly before the God of his fathers. He prayed to him, and God was moved by his entreaty and heard his plea and brought him again to Jerusalem, into his kingdom. Then Manasseh knew that the Lord was God. 玛拿西是犹大王，他的父亲是敬畏神的好王西西家。西西家一生依靠耶和华，带领百姓除掉偶像，恢复敬拜，也经历神极大的拯救与医治，可以说是一位难得的好王。然而玛拿西并不是完全没有父亲的影响，他与父亲其实有一段重叠的年日。圣经记载，玛拿西12岁登基，而西西家做王有29年之久，这表示玛拿西的少年时期确实是在父亲还在世的情况下成长。但圣经也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西西家晚年曾出现属灵上的松动。当神医治他的绝症，赐给他极大的恩典之后，巴比伦的使者来访，他就把国中一切的财宝都给他们看。圣经说，他没有照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高气傲。这里不是说他犯了什么明显的大罪，而是他的心开始偏了。他把神的恩典慢慢变成自己的荣耀，在外人面前显示自己的丰富，而不是神的作为。在顺境之中也显出一种属灵的松懈。因此我们可以谨慎地思想一件事，
马拿西所看见的可能不只是父亲敬虔的高峰，也可能看见父亲晚年某种属灵的松动。当信仰没有从外在的榜样进入内在生命的传承，下一代就可能只看见形式，却没有真正认识神。这提醒我们，信仰不能只在年轻时火热，更要一生持守，因为下一代看的是我们整个生命。圣经记载，马拿西登基之后，走上一条完全偏离神的道路。他重建偶像，敬拜巴力与亚舍拉，行邪术，交鬼，甚至使儿子惊活，还把偶像设立在耶和华的殿中。他不只是自己行恶，也带领百姓一同偏离神，甚至比外邦人更坏。这让我们看到一个很真实的属灵现象，就是人即使出生在敬虔的家庭，如果没有亲自经历神，也可能走向败坏。信仰若只是背景，而不只是生命，就很容易流于形式。之后，神并没有立刻放弃他。圣经说，神多次警告他，但他却不听。最后，神兴起亚述来攻击他，他被捉住，用钩子勾住，用铜链锁住，被掳到巴比伦。这是一个极大的羞辱与痛苦。但我们要明白，神的管教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让人回转。就在这样的困境中，马拿西开始改变。圣经说，他极其卑微，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过去他骄傲自我中心，不需要神，但在痛苦中，他开始承认自己的有限，也开始寻求神。他的生命真正有了极大的转折。这时候，神竟然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恢复他的国位。圣经说到马拿西王，他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这句话非常重要。他从小可能就知道神，但直到这个时候才真正认识神。就跟从小上主日学，后来离开教会，到职场后偶然机会又遇见神，回到教会的光景是一样的。马拿西悔改之后，不只是内心改变，而是有实际行动。这些行动记载在历代志下33章14到16节。他修筑耶路撒冷，除掉外邦神与偶像，将偶像从耶和华的殿中除去，重建耶和华的祭坛，并吩咐百姓侍奉耶和华。这是真正悔改的证据，不是情绪上的悔改，而是生命方向的改变。这是马拿西从悖逆到悔改的人生历程，给我们一些属灵的提醒。第一，信仰不能只靠父母，即使有敬虔的父母，每个人仍然需要亲自认识神。第二，父母晚年的光景会影响下一代，信仰不只是起头好，更要走到最后。第三，神会用环境唤醒人，有些苦难是神的恩手，为要把人带回来。第四，神的恩典大过人的罪，即使像马拿西这样败坏的人，神仍然愿意赦免。第五，真正的悔改一定有行动，生命若没有改变，就不是完整的悔改。马拿西的一生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前半生悖逆，后半生悔改。他告诉我们，
人可以走得很远，但仍然可以回头。最重要的是，玛拿西才真正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们不只是承接信仰，而是真实认识你，也帮助我们一生持守，不让下一代跌倒。若我们偏行己路，求你用恩手带我们回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